由台南市议会主办，中华民国青年音乐演艺协会申办，结合宜兰菜中校、建达文创公司共同协办的二奖杯高中级热门音乐大赛。今年总共有5队10间学校的学生组队参赛。现场包括立委嘉良界、宜兰蔡总校以及文化局长谢思月，嘛拢到场为乐团来加油打气。蔡建南当署长加付1万啦。好，我们谢谢蔡建南女士。只能当做奖金啦，哦，所以恁今仔日摕到的奖金拢加倍，拢2倍啊，哦，安尼好无？好。我刚刚其实听了上一组的这个同学唱歌，我觉得很棒哦。那我觉得很棒的原因其实是，这样子的一个比赛其实是在充分让大家这个高中职阶段，其实就是青少年阶段，是一个准备慢慢的成为大人的阶段。但是有很多大人一定会告诉你们，你们要做什么，你们不做什么。但我们一直期待，我们可以透过大家所喜爱的，不管是音乐或者戏剧，各种融合了能够去表达自己的想法，享受在其中。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欢上台表演的感觉，很喜欢上台被大家拍手的感觉，很喜欢被人家说你的痛很好听的感觉，很喜欢被人家说你的歌唱得很好听的感觉。那有些人也很喜欢看你的粉丝在下面冲撞的感觉。所以今天会有一团在12月31号跨年那一天，受市政府的邀请去参加，当做表演嘉宾，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立委嘉良界除了感谢企业的赞助，奖金会用来加倍以外，另外伫个5队的决赛，嘛将选出1队参与年底市府跨年晚会演出，得到现场热烈的掌声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